同款吼，咱来看33首，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嘿，后壁33首。我足介无输足介即条歌吼，因为即条歌讲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吼，啊伫上帝的家啦吼，所以其实伫上帝的家是安怎，代表是有平安的。后壁面33首，也向后壁面，好，伊内底讲，大家拢是兄弟姊妹，伫上帝的家内底，哦，因为基督的疼痛，咱就组织做一伙。意思来讲，咱组织做一伙是因为基督的疼痛，啊，咱得互相关心，吼，关心别人，啊嘛着，那亲像照顾家己相款，因为咱拢是属伫一个身躯，吼，所以这是真有意思的一条歌，吼，啊，咱若伫小组的中间，拢会当带领大家来做伙来学习这条歌，啊，这条歌是这王明仁，吼，这较早是这个东门教会牧师，啊，已经过往啊，吼，啊，所以咱会当做伙来学习这条歌，吼。大家拢是兄弟姊妹，伫上帝家，因为基督的疼，做一伙，关心别人就是亲像照顾家己，因为咱是属伫一个身躯。大家拢是兄弟姊妹，伫上帝家，因为基督的疼痛，组织做一伙。搁一遍来，大家拢是兄弟姊妹，伫上帝家，因为基督的疼痛，组织做一伙，关心别人就是亲像照顾家己，因为咱是属伫一个身躯。大家拢是兄弟姊妹，伫上帝家，因为基督的疼痛，组织做一伙来，大家拢是兄弟姊妹，伫上帝家。因为基督的疼痛，组织做一伙，关心别人就是亲像照顾家己，因为咱是属伫一个身躯。大家拢是兄弟姊妹，伫上帝家，因为基督的疼痛，组织做一伙。好，咱做伙组织做一伙吼，咱做伙就爱来仰望咱的主耶稣，咱来看隔壁页吼32首。32首，你若仰望主耶稣，我们就应当要助行来看伊哦哈，助行来看上帝，伊所要互咱的主爱的面容，通过耶稣基督来帮助咱。咱做伙来吟这首歌，你若仰望主耶稣，你若仰望主耶稣，主心的伊主爱面容，地求主荣耀稳定大，光中生活中的脚充满归来。你若仰望主耶稣，主心的伊主爱面容，地求主荣耀稳定大，光中生活中的脚充满归来。咱做伙来祈祷，主耶和华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当阮搁一摆自责来到主你面前，阮毋若要仰望上帝你所要带互阮的生命的怜悯、慈悲甲疼痛，嘛恳求上帝你通过你的话语，也互阮每一摆的装备的训练的中间，互阮的生命会当哪备班、哪装备、哪勇壮，互阮的心毋若常常带念上帝你福音的国度的需要，嘛互阮的心、阮的生命拢会当献上，互主你来用。阮相信。阮要成做上帝你的儿女，成做主你的呼召，有特别的目的，也就是要来完成大使命的工作。求上帝你，互阮掠条这个意向，互阮要活第年日，阮就保守伫阮的生命，来尽心尽力来听主上帝。
甚至听阮的厝边亲像家己，互阮的生命活出美好的见证。同心佮一摆将阮下暝的时间交伫你的圣手，也愿上帝你带领，也未来到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好，大家平安。哦，钟璇来，一起来。钟璇今天毕业典礼了哈。我们现在在上这一本叫做《新家人关怀学校》哈。那子安，你拿一本给他。啊？没有啊，没有啊。有啊，有啊，有啊，还是有啊。我们都是这里面都会一起读经，对啊。你再拿一本那个和本的，那你黑色的那个和本，因为有一些我们会看到诗篇呐哈。啊，这边有，好，好。我们教会一定要期待了哈，我们要兴起更多愿意一起来装备训练的门徒。好，牧师，其实后来牧师一直都在发现说，为什么有一些牧者哈，他们在一间教会大概要7年8年哈，好像就会准备离开一间教会。好啊，但是哈，牧师嘛咧想一个问题哈。恁的期待牧师跟咱做伙较久长的，还是较短？看起来敢若。这不是顺其自然的哦。不是啊，牧师的意思是咧讲。唔是啦，唔是有责任无责任啦。牧师的意思是咧讲吼，恁的期待讲一个牧者，跟咱做伙绝对是啥？绝对是久久长长嘛，对无？对无？对无？也是讲，那短短的原因是啥物？就是无好斗阵嘛，敢是？也是讲，一定是啥物冲突？你无法当跟一个人做伙嘛，敢唔是？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牧师的意思是咧讲。当你若期待讲，即个情形关系会当持续久长的话，就是爱安怎？爱有一个目标嘛，敢毋是？好。是。嘿嘿。无，牧师无迄个讲要，等等。嘿。当然。我想无对你可能误会牧师的意思哈。牧师咧讲的是啥物呢？看牧师的代志，就哪像咧看啥？看信徒的代志，同款意思啦。咱即摆咧上啥？叫做新家人关怀学校。我唔知影恁对新人的迄种负担吼，新人的负担吼，你有没有渴望这个人能够留在你的教会，然后被你装备，然后跟着你一起成长？那无吼，牧师伫遮咧讲搁较咧喙口全泡吼，嘛无，我会烂念呢。会无动力，点来啊？嘿。是，爱时间对无？是。是。迄个，无对了。你会记得伫咱的小组内底有对北京教会来的作用的勇士无？你有看到无？啊，迄年纪看你够做少年，嘛无啊？你了解我的意思无？我的意思就是讲，咱唔通看轻家己，不要看清自己哦，不要以年纪把你的年纪当作，哎，是。看这个上这个物件咧装备是从咱拜，你看规场啦，90%、95%以上拢青少年，你像靠迄个老的你上迄个无，啊老的上迄个嘛，伊嘛做。我感觉吼，如果若徛伫你讲你看到这个情景吼，我觉得我们教会是感谢主，你是忠诚的，你是勇壮的，敢毋是？
吼，你讲北京教会无迄年长的人去，但是你是一个年长的，你去学，我感觉迄是足欢喜的代志，迄足荣耀的代志，嘿。好，好，不要紧，我们私下再谈哈。我觉得也不要离题啦哈。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的主要的内容哈。我们的新家人关怀学校，我们要看第17页哈，17页，我们还是继续看下去哈，了解一下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哈。那现代人的一些特征，我们才能够帮助新家人哦。如果我们没有了解现代人的一些特征，你没有办法帮助新家人。好，那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好，不要牧师严格的要求各位。既然你们已经坐在这里，你们就要经得起考验。阿们。你若无要经得起考验，我请恁回去，不如你回去好好休困，看你的电视，食你的你的咖啡，好好休困。了解我的意思无？咱要有负担嘛。你的心若无要备班吼，我劝你，你回去休困，你莫伫遮吼，莫伫遮看牧师吼，伫遮咧长头对峙，我无爱你安尼。我宁可你好好回去休困，了解我的意思啊？这就是咱学习装备的目的，包含咱头拄仔咧讲起的代志，我嘛希望咱来好好思考。好，好来，第7点吼，咱来思考第7点吼。今麦人有啥物特色，有啥物特征啊？吼，就是对未来感觉不安呐，不信任别人呐。吼，来，这个有没有？你们感觉为什么现代人为什么会对未来感觉不安？我们来想看看。其实头拄有人有讲到哦，我唔知影什么时阵我的生命，对不？敢不是？未来不安就是这个啊，很简单嘛，生命问题嘛，对不对？毛长啊，敢不是？咱的生命就是我年老啊，我食到这个岁啊，我搁有我的重担，不安里头工作、生命。环境的变动，哎，啊，好，我今晚要问到，无，我今晚要问你，你要传什么？无，我今晚问你，你讲传承都对啊，对啊。像这礼拜牧师有讲到啊，某一个问题，牧师有一个议题，互咱做真侪会友刺激的哦，台语的问题哦，台湾人爱讲台语无？对不？台湾人爱学台语不？钟选，你觉得？不知道，因为有些人是客家人，对嘛？这样懂我意思了吗？你以为台湾人就是只有台语才是重要吗？客家话也是呢。原住民有些他就是认同他就是台湾人，我的母语应该是说不是台湾话啦，爱去学母语啦。你那是一个。传统是台语的家庭，你得好好学你的母语。你若是客家人，你就好好学你的语言，不是这样吗？这样懂我意思吗？这叫做学习自己的母语。同样的，现在的人为什么他会感觉不安？因为他学的东西太多了，环境的事情影响他，还了解吧？我觉得很多东西会让你捉摸不定，对不对？像现在中选，你现在毕业了，对不对？你这几个礼拜，你一定有很多内心一定会有很多挣扎，感觉到底我接下来未来我要走什么路？我到底未来我要做什么？你会开始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而且你会开始在那边沉思，到底上帝要为我预备什么路？基督徒也是一样。好，所以呢，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简单的，好，牧师列出几个问题，是有关。现代人对未来会感觉不安，不相信别人的。来，请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觉得现代人会感觉不安的，除了刚刚牧师有讲到的环境的变动、虚幻的环境，还有没有哪些？够下面，小看买。来，恩德兄。啊，嘿，对一答案啊。嘿，唔是我讲，什么时阵会互人感觉不安？
好好对，这是一种吼，心智较软弱，对无？哦，心智较软弱。好，还有啥物？哈，爱祈祷，迄是咱基督徒的方法。吼，咱就是要安怎关心这个新家人、新朋友。咱即阵是咧讲的，拢是传福音的哦。这咱爱有法度通了解一个新朋友伊的欠缺甲需要哦。如果基督徒咱袂晓去思考这个问题，有当时咱根本就袂晓关心人啊。了解我的意思无？因为你看不出一个人，你看不出一个人他的需要了，懂我意思吗？所以牧师想要问各位哦，你觉得除了他心里面比较软弱，还有没有什么东西？钟选，你觉得什么事情会让人感觉到不安？然后不信任别人？事情做不好的时候，事情做不好再努力就好了，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说那个谎言太多了，被查微凶这啦，对不对？因为他说感觉不安嘛，会让人不信任嘛，对不对？不就是谎言太多吗？对不对？不实际嘛，对不对？有没有可能？现在诈骗手法有没有很多？有没有？现在让人感觉不安啊，对不对？我好像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好像我的钱真的不见了，然后你就去这个提款机就去操作了，所以牧师刚刚讲到了几个点我们一起来看几段圣经节第一个，环境的变动虚幻的环境我们来看诗篇46篇，诗篇46篇第1节到第3节。我们要怎么帮助人，让他明白？当你心里面感觉不安的时候，你要怎么倚靠上帝，对吧？那几个慕道友有没有？那个钟选有你一个朋友，他非常的感觉很害怕，然后没有信心，那你就用这一段圣经节祝福他。诗篇46篇1到3节，在中间，诗篇在中间。你从中间打开，翻开来，钟选你坐过来你坐过来秀珍长老旁边，对，没关系，他会帮助你。好，46篇1到3节好，翻到了吗？来，我们一起来看来46篇1到3节。好，有很点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来，现在牧师要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在带领人读经的时候，陪伴这个朋友我们都要学习开口，然后要有信心的去读经，还了解不？所以牧师现在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包含在观看直播影片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个 PPT 有这个字幕你都可以跟着一起来念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因此，地虽然震动，群山虽然崩塌入海洋的深处，我们也不害怕。虽然海浪翻腾澎湃，虽然山域因波涛汹涌摇动，我们也不害怕。好，所以我们从这里讲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患难中怎么样？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哦。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发牢骚，学习看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这么明确告诉我们。所以，你觉得基督徒有需要遇到患难的时候，你要爱被救吗？干嘛爱呢？
可不可以这样？哦，现在牧师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这是一个心态重要问题哦，可不可以？其实有些人，我比喻来讲，有些人他病痛一直都不好，一直到不好，其实他也是，我比喻他信仰很好，但是到最后病一直不好，他是有点，一定会软弱，一定会软弱，对。那个时候，虽然我们会，比如说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带他祷告，但是这段时间已经很长的这种状况下，怎么办？他甚至于会讲说我不晓得怎么祷告，因为他真的是很无助，虽然我们长期在做陪伴，但是我们还是要带他祷告。那我现在就要问修真长老，你觉得该怎么做？我一般来讲，我用圣经的话来做祷告。那你要怎么做？你的神给你的感受是什么？信心很重要。那信心怎么来？信心怎么？神求啊。对呀。对啊。不就是跟神求吗？对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不敢说以后我们不会遇到，当然，对吗？我们也会遇到。可是，对，我们也会遇到。可是，当我们是一个健全的人的时候，当我们的肢体它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那么我们是观望呢，还是无奈呢？还是也跟他一样无解呢？都不行。啊？观望也不行。都不行，无解也不行。对，所以我现在就是问这个，了解不？如果我是健康的，我再怎么样，就好像我曾经躺在病床上经历过，所以我知道我更大的信心是为什么怎么来，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当我去告诉他，你不用担心说别人会认为你又不是我们不用去 care 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是健康，我愿意跟你分享，因为我们依靠的是上帝，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所以牧师要带大家讲，就是说神的话他是这么明确，他说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奇怪，如果上帝告诉我们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那你有没有求啊？信徒最怕的就是不求，不是吗？当你遇到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他在软弱的时候，就像我们已经求了，可是好像没有好转啊。你知道一个环境，包含我的母亲，我母亲我叔妈，她最近正在经历的是血管的问题耶，她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洗肾耶，那个身上的毒素只要越多，她的身体就会开始变化，然后甚至现在医生帮她在血管里面又装了那个支架，她是很不舒服的。可是我看到的，我只能做的就是妈，我来带你祷告。可是我在祷告里面，我已经不太一样了。虽然我也知道，我也很想要每天都能够回去在他身边鼓励他，可是我后来发现，以前我们全家人就是用同样的方式，听他唠叨，说他哇好痛啊，我想要回天家，我想要怎么样。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些都不是神要我们做的，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为他祷告，然后是信心的祷告，而且是相信神要行其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所以他后面讲因此他还讲了举例地虽然震动，群山虽然崩塌入海洋深处，我们也不要害怕。有没有？有没有？他讲了一个事实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怎么祷告好像他都没有用，群山震动，很奇怪，怎么都是这样？神不就在告诉我们吗？虽然海浪翻腾澎湃，虽然山域因波涛汹涌摇动，我们也不害怕。所以我就问你，你害怕吗？你的信心，你的宣告在哪里？这样懂了吗？牧师不是在刺你，不是在挑战你，而是要让你们清楚知道基督徒的信心跟渴慕在哪里。刚刚牧师一开始在讲的，牧师
在这里带领大家。我不是在跟你们讲我要走了，我是要问你们自己，你们要问你们自己，我们在做这个训练课程，你们知道这在干嘛吗？你哪个动作是一个够忝的，我一天安尼无应该要死要我，过来你听这拢同款，无什么利益。我跟你讲，请你回去，真正我希望讲你真正爱回去，好好啊休困。我跟你讲，休困最重要。嘿，不是，我相信有真侪因为咱的信，我知影，我迄上无对，我的意思不是讲迄个，我的想法是咧激励大家，因为咱的信徒，咱咧学物件拢是一时一刻尔，牧师是爱时常甲咱激励，爱互咱知影，传福音足重要。你知影，牧师对过去伫咱要建堂的时阵。要建堂的时阵，你敢知影有偌侪时阵，咱拢咧讲啥？咱要来做什么赞美操啦，要来做什么工课啦？恁敢知影恁做这工课是要创啥？敢毋是就是要传福音吗？但是你会当看到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因为环境跟现实问题我们会宁可先把上帝国度的需要先摆在第二位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教会是先从哪些开始看见没有成长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你知道牧师从哪里看出来吗？你们有想要了解吗？还是不想？想吗？想你们就看我这边，你们可以不用看。我现在看到是我们的主日学，是有在倒退路的阶段为什么？从头开始很明显头的状况就看见了下面的状况了这样懂我意思吗？不是只有主日学还有我们长子攻击一直在来的时候，我们是如何警醒你有没有发现？看到了吗？你看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在表明什么？因为我们把焦点都看错位置。神在告诉我这件事，但是你们看见了吗？懂我意思吗？你知道礼拜天牧师讲了一个台湾话的代志，几乎很多信徒已经有这种概念出来。你知道那是一个完全失焦的问题耶，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那是失焦的耶。刚刚我问了中选一个，台湾人一定敢爱耳台湾话吗？他说什么？如果我是一个客家人呢？他讲的没有错哎，客家话在我们现在的工作职责里面，你是可以选择你会客家话的一个语言呢。它是跟台湾威是同款艺术呢，可是我们为什么长老教会的基督徒为什么把台湾威这样代志看作是比传福音更较要紧？你了解我的意思无？我知影你的意思，呀。我无主观，我是咧讲客观的表达，咱。咧讲这个台湾话的代志，因为咱的表露是主观的，爱了解我的意思。所以你讲袂当上过主观的意思就是啥？是。是。迄嘛，尊重啊，当然尊重啊。我无所的意思是讲，我要爱咱去思考啦，唔是讲咱完全拢爱对牧师所讲的安尼，我是爱咱去做思考啦，好，所以呢，头拄仔咱讲的第一项对未来感觉不安包含今麦牧师讲这个代志嘛拢会刺激咱的内心了解我的意思吧？这是非常刺激的你们要预备好要传福音的工作不是没有刺激的没有刺激的我告诉各位，你们早就很会传福音的了。好，了解我的意思，咱免坐在家里在那训练这啦，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会刺激，
若袂刺激你吼，我建议你好好啊，真正坐在厝里好好啊休困，啉咖啡，互你家己身体状况机能好一点。我期待各位真的是要预备心。好，我时常跟钟璇讲，钟璇是最常被牧师刺激的，对不对？好，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牧师只要一段时间，突然间就会给你一个刺激？有没有？好，刺激了以后，你就知道牧师在讲什么了，对不对？这就是刺激。为什么要给你刺激？你觉得为什么牧师要给你刺激？提醒你，懂了吗？啊，提醒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只要你保持一颗想要学习的心，只要有学习的心，你就会学到这个好处。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回到，不要讲太多离题哈。来，第二个，我觉得会对未来感觉不安、不信任别人的，还有一个叫做争胜的环境啊，比较的环境啊，人跟人的中间的比较的，对不对？即马牧师咧讲话，你嘛会跟我比啊啦，了解无？我讲的较对，还是你讲的较对？伊讲的较对，还是我讲的较对？拢是咧比较啦。我跟你讲，咱好好来看上帝话安怎讲哈。约翰福音来，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第14章。第14章的27节，哈，我们来看14章27节。来，这句话期待能够安慰各位的心，好，祝福各位的心，好。牧师期待我们大家能够学习对焦在神的话，对焦在神的国。14章第27节，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好。14章27节，来，咱拿显掉啊，给我一个回应一下，好不好？哦，你翻到了啊，好，来，有无 ？OK 了吗？好了哈，来14章27节哦哈。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好，这段话非常的祝福我们的心。环境如何，变化如何，即便刚刚牧师讲的话语刺激到你的心，你都要怎么样？要记得。上帝是要留平安给我们的心。好，他说什么？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他说什么？一个重点哦，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了解不？世界吼，人跟人的中间有咧比较，有啦。好，我咧想讲那个昨天哈，那个子安，昨天我那个中南哈，他们在这边打球的时候，我就问说中南。你的成绩有没有比那一位同学进步啊？有没有比他好了？说有，哇，我好高兴。可是突然间我又想到说，这位同学我应该要安慰他，对不对？因为他原先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问他说：“你曾经比他好吗？”他说：“有啊，我成绩比他好。”可是现在他成绩比他好的时候，我忘记提醒他说：“没关系，啊，不要害怕。”世上的一切，我们尽力就好，不是吗？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人跟人之间充满着许多的比较、争胜。好，这一看上较赢啦，有无？这一看上讲的较对啦，敢不是？但是咧，主甲人讲啥？你心内唔通艰苦啦，唔通惊吓啦。爱记得，只要你内心你有想要学，你有想要学习。你就给它当做一个啥？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神要提醒你啦，要帮助你。好，你就用一颗虚心接受的心，这去怎么样？去学习。我都愿意去学习了，更何况是什么？更何况是毛长老这个年纪的人。好，萧长老，你们都是非常棒的呢，都是神所预备给我们大桥教会。我们虽然年轻人不多。可是我们每一个长老长子都是样样都是精兵哎，
都是勇士因为你们身兼数职不是吗？你们非常辛苦呢，所以你们不要怕，不要难过，你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信心。好，牧师时常在为你们祷告，期待就是希望你们在看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们不要怕，不要难过，好，依靠神所给你们的信心，好好的去学习。我都相信，你们不要把自己当作已经年老了，因为我真的很害怕你们讲这句话。牧长老，我跟你讲哦，我足惊恁讲这句话哦，为什么你们呢？是。那你现在想回来，你有可能一个问题，我在上班，刚刚讲涨幅了，我愿意输了，那个建议成本，这三个，咱最重要的人物，咱讲是讲，免哪敢招？靠，你可能做什么问题？这三个比我这年较小的，啥较无来参加这个问题。这我是咱家己吼点做的代志。是。你感觉？我因家己较年轻，是。因年纪足久，离教的学习的时间嘛是非常的久长。是。你要所做的时间嘛是非常久长。因为阮这。我知，因为我嘛是对迄个年纪过来，年纪过来是，我嘛是做这样代志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你就是安尼成就中间，所以咱有时我就是晓得，佫无想讲我若想我做到我忝我觉得我了解，其实牧师嘛有思考这个问题啦。我在想的是说，其实每一个人所看重的点不同。那如果有人愿意学习，我们就尽力去做了。若有人伊无要去学习，无要去追求的时阵，你要甲勉强嘛，勉强袂来啊。你了解我意思无？是啊，所以牧师也是说，期待我们大家彼此互相鼓励啦。好，就好像钟璇，你是年轻人的一代啊，有没有？那我也不知道你学习，你到底学习了多少，也是要看你跟神的关系啊，对不对？哦，哎。是。我讲事实这是我的经验，你无超过3个，所以其实我了解。我是安尼讲会敢讲就是安尼，因为无人咧看。无要紧，我是感觉讲咱做的哈，我们做的是不用在意那个东西。为什么？就像我问各位哈，华语礼拜我们的长职，其实我们也没有很配合啊。但是为什么牧师还是坚持做？但是在坚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因为这样而得着？有没有？也是有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好，那牧师也是说，知道大家彼此都是需要彼此体谅，对不对？你们也希望牧师体谅你嘛，对不对？好。是。是咱长老教会上，咱教会，是。开会长老叫副总长，这毋是讲咱短时间就有法通，这毋是讲几年嘛，你来几年就有法通完成，是真困难的工作。这若安尼想，咱是从长老教会来，你了吼，你了用钱请的施工啦吼，迄个大公教会。你用真正哦，我理解我意思。我知。会像大公教会服务性，
你用请，你用请主讲哦，伊有一个证明讲，伊要做袂使，所以伊一定要去拼。所以，德方教会的年龄不会比我们长。嘿，不公。嘿，嘛是安尼啊。咱搁摆讲全面性，即摆你嘛讲紧一件两件啦，无逐件拢做另外。不，我是感觉讲吼，每一间教会拢有伊的转变的时间啦，吼。你讲啊，你头拄讲的这间教会，伊嘛是经过真久长的时间，较豆豆改变教会文化，较变成安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即马是一个长咧改变的阶段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包含年轻一辈的，包含我们比较年长的，我们都需要去对焦我们该做的事情啊。你们知什么叫做对焦？了解无？对焦是啥物？就像你讲的，咱长子伊嘛无拄拄，就算伊知影，但是伊嘛无拄拄会知影讲要嘿。我是感觉你讲吼，你真正做得有够好，我做欣赏的，但是吼，有时啊，真侪代志吼，毋是你所想遐简单。其实吼，我毋是讲我想的简单啦，我想的是有当时是想到最后吼，我感觉我有哪爱安尼去做啦。因为呢，我若想好较复杂吼，我想足艰苦的，了解无？因为你无想啊简单的，你是想啊艰苦要怎啊？以我想法来讲，我想法伊在做施工的时候，伊感觉，伊感觉是，他们想放松，伊嘛是讲，我无做好袂使。我感觉我拍摄我插等者，毛长老他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哦，牧师，你想的太简单了。现在的人就是像毛长老所讲的，复杂、复杂吧。我若无想较简单的吼，你做袂到啦。你没有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做啦。爱了解无？教会就是咱像小型社会啦，好，大家都是教会就是医院呢，真的是医院呢，好，对不对？钟选，如果你现在回想起你之前来教会的时候的那时候的状态的你。跟现在的生命状态的你，哇，你改变了很多。你觉得你是现在比较正常，还是以前比较正常？啊，不知道哦。现在比较有能力，还是以前比较有能力？那能力是什么？一个从没能力到有能力，代表以前是比较虚弱的，对不对？以前是比较软弱嘛，有能力就是比较不会虚弱嘛，对不对？你有 power， 你有养分。对不对？你就会强盛啊，不是吗？对不对？你有知识，你就会懂得更多啊，懂了吗？懂我意思吗？所以一个人只要在什么都是需要，就像吃奶一样，他是没有成长的，他就像是一个病人一样。病人需不需要养分？病人需要养分，他才会健康。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就好像以前我脾气不好。我时常烦恼很多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信任别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顾不好，我干嘛相信他？搞不好我做的都还比他还好嘞。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比较争胜的环境，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现在人也是常常都在做的事情。可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是平安，是祝福的。那平安怎么来？平安怎么来？莫对了，你讲要传承来，我今晚问你，你感觉平安基督徒的平安要哪来？小弟呢？平安要哪来？恁感觉安怎？嘿，敢若无介平安，对无？所以你看嘛，你会记你迄天咱咧听迄个顾牧师咧讲的有无？伊讲，我认为我一生感觉我拢真无平安。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啦，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啦。没有平安才会需要主，对。所以有了主，才会真实得着平安。没有得着主，就是没有平安。对了，感觉很容易会让人家会错意啦，吼。所以
所以恁一定来好好听牧师讲好完啦。一个牧者伊咧讲这代志的时候，你茫敢若听伊讲的这句啦。你若敢听伊这叫做片面之语啊。所以你看法利赛人，因拢相穷咧甲耶稣，就是咧看耶稣怎么回答嘛。可是耶稣在讲的时候说：“哦，恁家哦，拢真正拢听无我咧讲啥。”他们只是要看耶稣抓住他讲话的把柄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我们不要听一个牧者讲了一句话，你很生气，我告诉你，小心。你讲无平安的意思，我知啦。我排到这个大使命，我现在真正离上帝面头前，做了无够格，所以我心中也无平安。对。牧者也无平安，但我咧看对，所以你头拄仔咧听牧师咧讲的，我一开始咧甲你讲的，迄嘛是这个意思啦。因为伫我的心内底，我会着急啊，我会无平安啊。咱享受上帝的赏赐，嘛享受着别间教会对咱的奉献，咱嘛享受着咱家己经历亲目看到上帝将人带入来的事实。但是咱的信徒若无去重视这项代志，我甲你讲，病痛做代志就一直来。我唔是咧咒詛，我唔是咧咒詛吼，我是感觉讲，你好好去检视啦，检视看看啦吼。啥？你无平安？我逐日无平安，就是讲上帝，我伫这世界上，我是开讲你太济。我这个年纪当时你要甲调嘛，唔知影，但是我拢无为着你做，拢无为着你带我的。有信赖，对。对，所以之前牧师捌伫咱中聚会讲过这样代志。我之前分一个资料是有关咱的小组长的训练。我讲伫小组内底咱爱去定去将每一个人，恁着爱列出恁需要传福音的对象的名单啦。我会记最后一摆的小组训练的迄个资料内底，你等于去甲找出来，去遐注意甲看。为什么要安尼做？因为咱的小组若要开始为着这个代志，为着传福音，为着互咱的会友，互因去找新朋友来，去学习传福音。我甲你讲，这个无平安，毋是干你咱中级，咱牧师会无平安，连咱信徒本身嘛伫活伫无平安的内底。安尼你有了解？所以咱爱好好思考为什么教会袂成长？其实上重要的原因，毋是无传福音，是因为咱无将咱的焦点放伫传福音的顶面。所以你会记得像牧师有当时讲迄个更新，逐礼拜，咱顶礼拜是交代咱小组将这个事奉表，对无？咱即礼拜我请咱逐个同工小组长，你甲迄个更新，客几份啊？恁小组几个人？一个人一份就好，然后你客互伊了，咱客互咱的小组员，甲因讲，这个子安，这个礼拜五，一样，请妈妈，那个会员小组，就把更新周刊一个人发一张，然后不是给他们看，给他们一个功课，来，这个礼拜我们回去，就好像这个国中生学生回家都有老师给他们的作业，要不要写？为什么要写？为什么什么时候作业？什么是作业？什么功课？什么是功课？功课是目的是要做什么？学习。了解吧？迄不是讲迄牧师叫我做的，迄叫做学习啦。咱交互伊，互咱的小组长，小组员，然后你甲伊讲，来。我们卖讲牧师交代，你讲我们来学习看看，我们有很多朋友，我们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把这份资料拿给你最要好的朋友，然后跟他讲一句话：耶稣爱你。你先不要跟他讲说跟我来教会啦，你莫安尼样教啦，你招你的小组员完成一项工作，将这份资料甲送互伊，安尼就好。你敢若讲你拄着一个信者，你讲耶稣爱你，安尼就我当传福音，我就重视你，因为我
我到即摆啦吼，我十个这物件，我到即摆啊，我不是你，我了解。我去听我讲了，我真少甚至都无半个，无一个牧者教导信徒讲哦，咱拄着咱一个信徒啊，拄着一个信者，你这个信者咱要甲传讲是要安怎传，是要安怎讲话，是要安怎回，要安怎甲传讲回讲会当互咱接受到。我已经有答案啦，我要甲你回复。牧长了，你一生你针对像牧师他拄仔讲的，安尼的代志他拄仔你咧讲的，吼，一个你无信的人，你为着这项代志安尼摕一个更新互伊，你做过几摆？我讲针对这种代志啦，你捌试过几摆？你回答这个问题就好，你只要回答。不是，我讲的这是一个事实咯。我讲你捌摕这个物件去互人，我毋是讲传福音哦。你只要回答讲，你做这样代志，你做过几摆？我的意思是讲吼。你毋知影，我分享我的看法。我分享我的看法。过去我对要摕一份资料去互人，我会惊啥？惊人甲我拒绝，对无？所以我伫大学的时阵，我去参加迄个台神的基督精兵战斗营，基督精兵协会所办的基督精兵营，暑假大学生我就去参加去新德圣经学院。你嘛因安怎做？来资料互你，就像更新安尼，然后你去挨家挨户，一个人分10分，分几分？你入面不管伊做什么代志，你就是行去头前，就甲伊讲耶稣爱你。这个有点像推销员。呀。爱家爱护。对。一定要进去。来，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没有去尝试，没有去介绍，不知道。不是，上重要的是啥？胆量。哎。哎。我知影你的意思啦。哎。对。伊教会有啥进步？伊较。但是你看哦，台湾长老教会为什么遮侪间？其实是过去的遮个年长的长辈因所留落传承，互咱足好的脚迹，但是咱拢无学着。讲啊坦白，我只爱讲真的。为什么？因为过去的人足单纯，你只要甲伊讲耶稣听你来信主。伊真正对去，但是注意哦，前提是啥？你有甲伊讲哦。但是咱即摆基督徒吼，基督徒吼不敢呢，怕呢，怕得要命呢。钟选，今天牧师邀请你去带你的朋友来，你有带过吗？会不会怕？会不会？你懂我意思吗？了解吗？了解牧师讲的意思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性的问题，耶。如果简单讲，要，我不在比较哦，牧师不在比较哦，不要会错意哦哈。幼宇的个性跟他的个性，跟钟选的个性，谁比较外向？幼宇啊，他光带来教会就20几个人呢，对不对？为什么他的胆量这么大？他已经做过很多的接触跟尝试。注意哦。他的现况不是他很好，我说的是他曾经做过了尝试、学习。咱若是真做一个唔敢、无啥敢去讲摕物件去互人，我建议你一定要操练。这点是咱所有的基督徒最常有的那个叫毛病啊。对不对？现在牧师要求你做了，可能很多人就会像毛长老开始讲出说：“这传福音不是这样而已。”哎，是。哦。你知道我怎么跟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怎么说吗？以前我就像毛长老你这种方式去拒绝，甚至去
挑拨他、挑战他。可是我后来发现说，我跟他分享说哈，谢谢你，我觉得你可以再分享给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好，我鼓励他去做正确对焦的事情。我讲你也当去传给那个没接触过福音的人。所以你知道吗？对我来讲，我觉得基督徒要学习对焦。你要知影你的问题是啥，你要知影咱的信用的问题是啥，你才有法度通脱离内在感觉的不安呐、懂我意思吗？我们现在都做同工，都做主的工人很久了。我跟你讲，你心里面的不安都跟我一样，一模一样。有一天我们都要登头对面见主的面啦，但是咱嘛有可能像摩丁勒所讲的，主啊，我真正亏欠你做，因为我拢无带人来信主，离我的身躯边，我的亲人，甚至我的朋友，了解无？有足侪项代志，咱真正爱尝试。我牧师讲的就是讲尝试，咱爱去努力去学习去尝试。你即摆咧做伫你的小组内底，对你的组员讲牧师头拄讲的这个代志，这嘛是一个尝试哦。因为恁的心内嘛会惊哦，惊伊讲你的组员。可能像他多摩丢了，你他多回应我这种欢迎哦，这也有哦，因为他们的焦点不在传福音，他们的焦点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了解不？就跟那一天牧师所讲的，好，当牧师说台湾人不一定要讲台湾话，台湾话的时阵，他们就牧师怎么做这种教导，懂我意思吗？那是一种非常刺激的。传福音就是一种非常刺激的事情，因为你必须要突破很多限制。我要告诉各位，今天我们看的现在的人，他们对未来感觉不安。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理解福音所带给你的信任、相信跟平安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我们真的福音，我们还要好好去学习。是，好。咱会晓讲道的人，正是台湾人啊！你是讲安尼啦？你是把信徒讲安尼啦？你讲一摆。你认为咱会晓讲台湾的人，正是叫做台湾人？你讲是讲啊？会晓讲台湾话的人，正是叫做台湾人。系啊，对啊。我讲安尼啊，无唔对啊，这个问题没有错啊。对。我讲唔对。哦，我讲原住民哦，这句话的意思哦，可能是大家会错意啦。我讲只有学台湾话的干那耳讲台湾话，才是台湾人吗？应该按尼讲较对啦。只有学台湾话，才是台湾人吗？应该不是讲会晓讲台湾话的人会晓讲台湾话的人，我绝对是台湾人啊，对吧？对吧？会晓讲台湾话的人，敢是台湾人？绝对是嘛，对吧？但是我应该按安尼讲，应该讲，敢若学讲台湾话，才是台湾人吗？我问你，敢若学讲台湾话，才是台湾人吗？咱来思考看觅。对啊，我即摆我的意思是安尼啦，我的意思应该是安尼讲啦。好，咱会当思考哦。其实坦白讲吼，干那讲学台湾话，才是台湾人，我认为是唔对。足侪人拢学无共款的语言，伊嘛是台湾人啊。语言对啊，甚至伊嘛唔是干那学台湾话。譬如讲，我看一个影片，内底外国人伊咧讲。台湾话真好，真水。台湾人得爱好好去学这个。但是你知道他是用什么话讲的吗？他是用华语讲的。当又换了另外一个人采访他的时候，他也是用华语讲的。我会认为啦，为什么？牧师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包含我们的会友哈、会友哈，拢认同。讲台湾教导主路讲台湾话，
但是其实吼，我的意思不是否认讲教台湾话唔好，是因为咱对焦，咱知影要教囝学台湾话，但是咱拢无要教囝好的信用，了解我的意思无？咱知影台湾话最重要，但是你看伊咧看家己的子女咧讲话，拢讲华语的啦。我甲你讲真诶，你认同？你若看你的孙吼讲话吼，我甲你讲，你的孙若听无台语的时候，你绝对马上变做华语啦。很奇怪，我都觉得说，不对啊！你们都说要讲台湾，爱教囝学台湾话，但是甲拢变安尼。我知影啦，我知影。对，我的意思不是安尼啦。所以牧师还是鼓励各位哈。你在讲那个有一点会容易让人家会有，可能要小心啦，对的。可能要多做说明啦，才不会让人家误解啦。对啦。好了，没关系。那其实牧师还是期待哈，有很多东西包含很多真理，我们是需要考究。也要去好好有智慧去考察，求神帮助我们，然后人非圣贤呐，孰能无过？但是我们求神怜悯，也求神帮助，让我们有智慧哈。好，那牧师其实今天还有很多圣经节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下次再继续哈。包含我们这个对未来感觉不安、不信任别人的部分，有很多层面，我们还需要去做探讨哈。今天嘛真欢喜，恩德兄哈也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哈。感谢主哈，他一定是经历神很多啦哈。好，那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学习许多生命的功课。当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晓得不是我们拣选了主，是神，是上帝你拣选了我们。既然是神你拣选了我们也要学习做一个顺服的儿女，做一个愿意把心、把生命、把我们的全心全人摆上的基督徒，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恳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要学习跟随主你的脚步。求主你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仆人，让我们能够一起学习。我们不仅成为肢体，互相学习、鼓励、激励，也在传福音的道路上，在帮助新家人能够更多的认识主耶稣的道路上面，我们相信我们要成为装备好的工人，成为装备好能够为主做美好征战的工人。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接下来回去的脚步，管理束缚伫阮大桥教会伫头前的道路，常常用主你的话语，常常用祈祷的心无论伫身体有软症的兄弟姊妹，特别阮嘛要为着阮所疼惜、所关心满足者，以及伫侪侪兄弟姊妹伫个身体有欠安的，阮拢恳求上帝你赐福因、帮助因、医治因、坚固因。阮相信，当阮伫患难的日时，阮爱清楚知影，上帝你是阮的帮助。求上帝你将平安的心赏赐予阮，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好，谢谢各位哈。